收听8月28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下13章7到14节，心思的战场，我知道我是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吗？我们透过什么样的行为我们透过什么样的表达，我们所说跟我们所做的有清楚一致的表达我们自己的所是吗？在彼得后书1章4节，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就讲到因为一位相信主耶稣，一位信靠上帝的人，他因着这边讲说，这样他把他所应许那最大和最宝贵的恩赐给了我们，借着这恩赐，你们得以逃避世上那毁灭性的欲望，而分享上帝的神性。他在讲，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领受那最大最宝贵的应许借着领受这应许，领受这个从上帝来的恩典，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得以逃避，我们就有能力来逃避那世上带来毁灭性的欲望，进而分享上帝的信实，进而分享上帝的公义，进而越来越像我们的上帝。这不是在说我们是上帝而是在想一位信靠上帝的人会越来越像他，因为他知道他领受永恒的生命，所以在永恒生命当中，因着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也努力的活出他所是，所以他就越来越多的经历到上帝的神性。然而今天我们看见暗嫩一个顺着自己的情欲走忘记自己是谁甚至被别人提醒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活出那相称的行为。所以傅科这位法国的哲学家思想家就曾说过，当前的目标并不在于发现我们是谁，而是拒绝我们是谁。在一些事情的面前，有的时候重点不是在继续发现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原来我是这样的身份，而是要去拒绝我们是谁。譬如说在一些危险的面前，我们不故意的好像为了证明自己是谁而去做那些事，反倒要拒绝成为把自己变成很危险的人，拒绝把自己变成是罪恶的人，拒绝让自己的身份变成从一个王子变成一个强暴犯。这就是暗嫩他在这样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他跟塔玛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情欲攻心的时刻，昨天我们说到约拿达这位损友也是他的这个堂兄弟，竟然在他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不是一个好的引导，反而是帮他出这些计谋要来设计，不只是设计塔玛还设计大卫王自己的爸爸。所以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大卫王呢就打发人到宫里告诉塔玛，然后塔玛也不疑有他，他就去服侍这位哥哥，就为他烤饼去拿给他吃。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非常的奇怪，因为暗嫩不仅不吃，还要他过去，越靠越近，然后竟然邀请他要跟他一起睡觉，发生关系。而就在这个时候，真的有时候我们要拒绝我们是谁，拒绝我们自己陷入罪恶。我们不需要去证明我们自己可以这个很挑战证明你很有信心嘛，证明你很有能力嘛。可是这件事搞不好是错的，我们不需要透过这些得罪上帝的事情来证明我们是谁，反倒要拒绝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塔玛非常的冷静，真的看见相较于暗嫩，他比他有智慧，甚至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他知道这样的关系不只是不合上帝心意，也违背了他们当时以色列人因着敬畏上帝而遵守的律法。在这段经文当中，塔玛面对到暗嫩想要侵犯他，他一开始就指出身份，他说哥哥不要逼我做这种丑事。因为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其他的民族仍然有这种近亲发生关系，
然而摩西领受的律法却是明确的定义，以色列人不跟自己的近亲，不跟自己的爸爸，或是就是爸爸的这些老婆们不跟这些兄弟姐妹们发生性关系。当时在那样的其他的民族仍有这样的事情，然而以色列人却是领受上帝的心意，因着敬畏上帝，他们不做这样的事。然而暗嫩却因着他欲火攻心，他听完了这个塔玛明确指出的这个身份，他仍然强暴了塔玛。在这里我们看见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真的是被情欲蒙昏了头。而且就在这当中，明天我们会继续看到，真的只是为了那一个一时自己想要，反倒害了自己，不仅是害了自己的名声。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暗嫩他是一位长子，是大卫王的长子当时也是立长立长子为这个接班人。然而因着这个暗嫩的所作所为，他真是为自己带来极大的祸患。他不只是忘记他是谁，更是轻看他自己的这样的身份。所以其实当我们要来思想的时候，这段经文其实也再次提醒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就像许多的经文所说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有跟我们相信上帝的心是相称的吗？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跟我们上帝儿女的身份是否相称，跟我们上帝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是否是一致的？这是我们今天要默想的。恳求主帮助我们，不让我们遇见试探脱离凶恶，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谨慎交友去辨识我们身边的有人所说出的话是合自己的意，还是合上帝的心意。恳求主给我们智慧，真实的来经历它，让我们来持守那永生的福分，而不是只看眼前短暂的这些欲望跟自己的想要，反而失去了更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我们也要再一次认罪悔改。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知道自己是谁，但我们却不一定能活出我们的所是。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所做的与我们转向你的心，向你悔改的心，相信你的心，依靠你的心是相称的，使我们所做的能够来经历到越来越像神，使我们所做的能够更多的使人因我们得福，而不是使人因我们跌倒。求主来帮助我们，也因着认识自己的所是，我们更是在其中来仰望上帝的恩典，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如同我们被你定义的所是一样，我们不再让世界来定义我们，而是让主你亲自来定义我们，使我们活出那你创造我们的美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恳求主帮助我们，不管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生活圈跟我们身边的朋友亲人在相聚聊天分享，一起做事，一起同工的时候，恳求主让我们活出我们的身份，透过我们所说所做所思所想，成为一位跟我们身份一致，真的活出价值上帝所喜爱的儿女。我是世界牧师，我们明天见。